主后2023年4月23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做伙来听读圣经。撒母耳上卷第10章20到27节。撒母耳叫以色列逐支族进前来，抽着便雅悯支族。搁叫便雅悯支族照因的宗族进前来，抽着马德里族。对迄中间搁抽着基士的囝扫罗，众人找伊，毋过找拢无。因就搁问上主：迄人有来遮无？上主讲：伊秘伫迄堆行李内面。因就走去，对遐甲扫罗带出来。伊来徛伫众人的中间，比别人较悬一粒头。撒母耳对民众讲：恁有看到无？上主所拣的人，无一个会当甲伊比。众人就欢呼王万岁。撒母耳将王的责任甲权利对人民说明，搁记载伫册呢，写伫上主的面前。然后撒母耳解散民众，互因拢转去因兜。扫罗嘛倒去基比亚伊家己的厝，有一阵深受上帝感动的勇士嘛缀伊去。毋过有一寡匪类讲，这人哪会救咱？伊藐视扫罗，嘛无送伊礼物，扫罗拢无讲啥物。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的主日礼拜是照圣经经卷对创世纪一直讲落来。即马的进度是讲到撒母耳上卷，即礼拜讲第9章到第10章。顶回讲撒母耳年老，伊两个囝也互人民痛心切心，所以上主允准人民设立因的王来管理因。撒母耳前后为着以色列人设立扫罗甲大毕做王。咱伫今仔日主要来看扫罗做王伊的经过。第一小段是第9章的第10到第10节，遮讲扫罗找女仔。扫罗属伫便雅悯支族。便雅悯支族伫士师时代的中尾期，因为甲其他的以色列支族发生内战，差一撮仔，规个支族就灭掉去。总是上帝人民保守，因的支族复原的速度也真紧，而且出头一位以色列的国王。话讲，扫罗出身伫便雅悯支族，伊的家族是地方有名的望族，也是好业人。伊住伫基比亚，伊的老爸基士碰见几领只女母，就交代扫罗带一个仆人出去找找3日拢找无。本体扫罗要放弃转去，毋过伊的仆人讲，咱通来找在地的先知撒母耳，无定着伊的指示，去倒位会当找着驴。第二段是第9章11节到25节，扫罗就去找撒母耳。扫罗原底找撒母耳，先知只是要求问看因兜碰见的女母行踪，无打算当伊拄着撒母耳以后，这诚做伊的人生，也诚做以色列历史一个新的开始。撒母耳受上帝启示，知影伊会拄着扫罗，也着甲伊抹油，设立伊诚做以色列人民的统治者。撒母耳招扫罗
大升起献祭，然后伫撒母耳的厝内做伙用餐。食饭中间，撒母耳也有邀请30个贵宾，总是撒母耳互扫罗坐伫大位，佮将上好的大腿肉留互伊。撒母耳甲扫罗讲：“你烦恼恁老爸胖健的女仔已经找着啊！若是你甲你的家族是以色列人所较无超找的。”迄闲，扫罗伫撒母耳的厝内歇困过暝。第三段是伫第9章26节到第10章的第8节，遮撒母耳设立扫罗做王。撒母耳照上帝的吩咐，请私底下甲扫罗抹油，设立伊做上主子民的统治者。了后，互伊3个印证的话。第一个就是讲，伊会伫路年拄着2个捌伊的人，甲伊讲因老爸的女仔已经找着。第二个印证是有3个人要去献祭，其中一个人会送伊2块饼。第三个印证是，当伊到伫基比亚城的时，会拄着一阵先知，伊会甲因入神讲话。第四段是第10章第9节到16节，扫罗倒转去到伫基比亚城。扫罗转去基比亚城的路中所发生的代志，也拄好照先知撒母耳的预言一一实现。扫罗的阿叔问伊先知有讲啥物，伊只有干那讲女仔的代志，并无甲伊做王的代志来漏涉。第五段是第10章17节到27节。扫罗伫米斯巴受设立做王。撒母耳搁一摆调集人民到米斯巴，即次伊伫遐宣布上主所要竞选的王互因。然后用抽签的方式，一直抽到基士的囝扫罗，总是扫罗密互因找无。扫罗出现的时，众人欢呼王万岁。撒母耳向人民说明王的责任甲权利，搁写做文献，下伫上主的面前，也就是放伫约柜的头前，了后解散人民。迄时，有人主动请做扫罗的勇士来护卫伊，毋过有人藐视伊，毋肯服从，嘛毋肯对伊来献礼物。咱对遮做伙来思考3项代志。头一项就是讲，正做领袖是爱承担责任，总是也通享受权利。撒母耳上卷第10章25节，撒母耳将王的责任甲权利对人民说明，搁记载伫册内。撒母耳伊用口头说明，也用文字记载，详细对人民来说明解说，因若设立王，到底王需要尽倒一寡主要的责任，以及伊通对人民得到倒一寡权利福利。这主要伫撒母耳上卷第8章第10节到18节，已经有先严严甲因做警告。撒母耳讲：恁会做伊的奴隶，迄时恁会因为所敬的王哀叫，毋过上主毋插恁。17节到18节，咱知影后来伫以色列的历史，毋管是北以色列也是南犹大国，
大部分的时代，拢因为因的王食真侪苦头，这以后咱会阁看到、读到，也是讲到。当然，圣经并无完全反对以色列人选立王。申命记17章14、19、20节，伫律法册顶面也有讲到选立王的条例，包括王必须由以色列人中间来选出，袂当对外国人来担任。王也袂当甲人民卖互外国，亲像是埃及来增加军力，也是国库的收入。王袂使带真侪的阿母甲细姨，以及累积真侪金银财产。王爱一世人读上帝的律法册，学习敬畏上主，遵行律法的话甲诫命，来治理国家甲人民，才会当长久安乐。这对咱咧讲甚物？伫现代国家，大部分的元首是用人民的票选，甲家己的权益、公众的权益，交托互某一个得票上界侪的政治人物来做元首的。台湾也无例外。咱伫明年阁要选总统，到底咱所期待要选出的是甚物款的人来带领咱的国家，为咱谋求幸福甲前途咧？撒母耳提醒甲警告以色列人，因要将家己手中的命运甲前途交代互因所选出的王的时，因的确着爱先想互清楚，考虑互详细。因若选着人，这要成做因的帮赞，救因脱离对敌的手；总是若选毋着人，因会成做王的奴隶，受王的苦楚。做王有做王的责任爱履行，也有因的权利通得到保障。相反，要做咱的总统，的确也着爱对咱台湾的国家甲人民爱有行公义、护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共行即款的决心甲意志。民主是以民为主，是诚侪人民的公仆，并是诚侪人民的主人，也是专制的统治者。第二，领袖是上帝所竞选，也是人民所选立的。撒母耳要为着以色列人立一个王的方式真特别，这个王必须是由各支族、各宗族、家族、家庭到个人来选出的。若要因选着扫罗做因的王，对这知影是上主所认定、所抹油的王。另外，撒母耳召集以色列人，也是要互因对大多数人拢满意适合的人的中间来选立因的王。因为安尼，王一方面是受托者、管理者、治理者，代表上帝来行使统治治理的权柄；另外，王也是人民委托办理公共的事务的即个职权任务者，所以伊是上帝的仆人，也是人民的公仆，有双重的身份。咱所需要的总统，咱也期待伊有即款的认知，知影家己的有限甲限制。因为有限，所以会当倚靠上帝。就算毋是基督徒，也爱晓得秉公行义，
疼人民，亲像疼家己。知影家己的限制，就是伊会谨守本分，无做出出卖国家甲人民的代志。其实，这也毋是干那是对国家元首的约束，也是对咱无论做甚物款的主管的职位提醒甲约束。咱要成做一个主管，咱的权柄一方面是对上帝的交托来的，另外一方面也是侪侪人的信任甲期待，所以是上帝的仆人，也是人的公仆。咱也着学习主耶稣为着人洗脚即款的精神来服务、服侍上帝甲众人。第三，用平常心看同工，也是为公。当扫罗受设立做王的时，转去到伫因兜，有一阵深受上帝感动的勇士嘛来缀伊去。毋过有一寡匪类讲，这个人哪会救咱？因藐视扫罗，嘛无送伊礼物，扫罗拢无讲啥物。过去有一位牧师真爱甲同工讲，无论做人做代志，总是爱有500铜斤、500铜漆即种的体悟。意思是，检测有一半的人因会认同你、支持你，毋过也有另外一半的人可能会反对你，甚至攻击你。扫罗做王，有人愿意顺趁上帝的感动去对伊做伊的勇士，总是也有人是匪类藐视伊、抵制伊。华语咧讲同工，咱无论做甚物，拢爱有同工，也有可能是围攻者。总是保罗甲咱讲，恁无论做甚物，讲话还是行为，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通过伊来感谢父上帝。恁无论做甚物，着尽心做，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做。着知主会甲恁报赏，互恁对伊得到产业。恁伫服侍的是主基督。做歹人会受歹的报应，因为上帝袂偏袒人。也就是讲，咱的所做甲所讲，若是为着主的缘故，咱着感谢主，主也要为咱。扫罗伊是一个聪明的人，伊面对藐视伊的人，伊拢无讲啥物。愿咱也信靠主做智慧的人。虽然扫罗后来做王，渐渐对谦卑变成做是骄傲，落尾互上帝气杀。毋过，扫罗伊好的所在，伊的优点也通值得咱做好的学习。咱做伙来祈祷。天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阮伫最近有着一寡雨水，伫台湾的所在，诚做阮及时的需要。阮也继续恳求主，伫无偌久梅雨季来临的时，也通赏赐互阮充足的水源，伫遮的水源地的所在，特别伫水库的即个四周围来填满遮的水库。阮嘛伫主的面前，伫今仔日阮有读到扫罗受设立做王的遮的记事，求主你也看顾帮赞，互阮也会晓得即个受上帝选立的时阵，阮也当做上帝的奴仆，也是正人的公仆来服务上帝，甲即个服侍正人。求主你也互阮用平常的心来
看待甲阮同工也是藐视阮诶人因也拢真做阮诶监督互阮尽力通做主你诶工，阮安尼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行做，盘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